歡迎嚟到微普樂視頻。嚟呢個牛番茄香茅湯。咁呢準備材料：牛肉、番茄、香茅、洋葱、大蒜、生薑、魚露、鹽同埋胡椒粉、水同埋牛肉高湯、新鮮香菜。首先呢，就準備一啲食材呢，將所有嘅材料按前面所列好嘅牛肉呢，就切成適合嘅大小。番茄就切塊，香茅呢就拍扁，以釋放香味。喺鍋中加入少許嘅油，將洋葱炒至透明，接着加入大蒜同埋生薑，快速翻炒出香味。將牛肉加入鍋中，翻炒至表面微微變色。將取獲嘅牛肉高湯倒入鍋中，然後加入香茅同埋番茄，用中火煮沸，煮沸後轉小火，加入魚露以及適當嘅鹽同埋胡椒粉調味。根據個人味可以調整。保持小火讓湯煮約30到40分鐘，直到牛肉變質軟嫩，湯中嘅味道充分融合。關火後可以根據喜好加入生鮮香菜進行裝飾，增加風味。將湯盛入碗中，配上白飯或者法國麵包，共同享用這道牛番茄香茅湯，不僅美味，仲有增強免疫力嘅功效，非常適合家庭聚餐或者寒冷嘅日子嚟享用。希望你會喜歡呢個食譜，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。